笑啊，好閪正啊，耶，好閪正啊！歡迎收睇東岸鳩啊！嗱，五一岸鳩之死喺度逼兵馬俑，屌你有冇你睇下幾撚癲，黐撚線嘅，哇好閪正啊！哇好撚正啊！死逼爛逼，屌你老味唔掂啊！你老味太多人啦，黐撚線啊！好撚多人啊！走啦要，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好撚搞笑，終於逃脫心機啊兄弟！屌你老味！我哋講，如果你哋咧要感受一下咩叫做人類嘅生存動力，同埋呢個非洲嘅野性動力，同埋呢個人性嘅呢個醜惡，或者係呢個生物嘅呢個厲害，同埋非洲大遷徙，記得過嚟五一節過嚟呢個秦始皇兵馬俑，記得啊！出邊嘅朋友、馬來西亞嘅朋友、台灣嘅朋友、香港嘅朋友，記得嚟啊！逼下人啊，發下泄啊！平時大家生活壓力太大，過嚟發泄下非常好。